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到耶穌有一次返到自己長大嘅地方納匝肋，在會堂教人。耶穌提醒大家，其實先知喺自己家鄉往往唔被接受。佢舉咗兩個例子，第一個係舊約先知厄里亞嘅時代，當時以色列有好多寡婦，但天主只派厄里亞去幫助一個外邦地方撒勒法嘅寡婦。第二個例子係先知厄里叟嘅時代，以色列有好多出風病人，但只有敘利亞人納阿曼得到治癒。耶穌其實想講，天主嘅恩寵唔只係俾某一個民族，而係俾所有願意相信同接受天主嘅人。但會堂入面嘅人聽到之後非常憤怒，因為佢哋覺得耶穌好似話外邦人都可以得到天主嘅恩寵，佢哋甚至將耶穌帶到山崖邊，想推佢落去。不過耶穌就喺人群中間走過，離開咗。同時今日讀經一亦講到列王紀下一個故事，敘利亞將軍納阿曼患咗口風病，最後按照先知厄里叟嘅指示，在約旦河洗咗7次，就奇蹟咁得到醫治。原來天主嘅恩寵唔分國籍，只要肯相信就可以得到。呢段福音其實幾難理解，但重點好清楚，天主嘅愛係俾所有人。有時人會覺得我係好人，我應該先得到祝福，但耶穌提醒我哋，天主唔係只愛某一班人，而係愛每一個願意信他嘅人。就好似納阿曼本來係外邦人，但佢願意謙卑聽先知嘅話，結果得到治癒。所以真正重要嘅唔係你係邊度人，而係你有冇一顆願意相信同謙卑嘅心。四旬期提醒我哋要學習謙卑同轉變。有時我哋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好好，但其實天主更希望我哋打開心，接受他嘅教導。如果我哋願意好似納阿曼咁信任天主，就算生命有困難，天主都可以慢慢醫治我哋嘅心。主耶穌，求你幫助我哋學習謙卑，唔好只用自己嘅眼光去判斷事情。請你打開我哋嘅心，讓我哋願意接受你嘅教導，也讓我哋記得你嘅愛係俾所有人。亞孟。